1分鐘帶你參觀呢間260尺空間改造。客廳以淺色木材和淺藍色調為主，訂製嘅特大獅字櫃提供充足嘅內建收納空間。客廳同房間嘅特大窗戶增加咗採光度，房間就採用咗高低全地台櫃設計，令睡眠區域更具層次感。訂製木係衣櫃，善用直立空間，照顧到日用功能，提供充足嘅儲存位置，有效利用每一寸空間。廚房用咗白同灰嘅色調，加上耐用嘅高質材料，為廚房增添現代感。廁所採用咗灰色地磚同淺色嘅瓷磚牆面，顯得明亮寬闊，整體和諧感令空間感更統一。加上精緻嘅馬賽克瓷磚設計，增添時尚感之餘，都令成個空間更加生動。想睇到更多嘅室內裝修案例，就快啲 follow 我哋啦！我哋仲提供免費上門到尺報價、設計畫圖，歡迎致電查詢。